同其他射門動作唔一樣，學生需要背向龍門。水球、人、龍門位置需要形成一直線。持球嘅時候，射門嘅手需要捉住水球嘅相反方向。由於片中運動員以右手射門，所以就要捉住水球嘅左邊。持球嘅時候，手踭需要微微屈曲。開始射門嘅時候，由腰部開始發力，帶動膊頭同手臂。當手掌朝向龍門嘅時候，前臂需要加強力度向後揮。呢個時候，手臂會由屈曲變成伸直，作為跟進動作。